小芬，做啥？头中就乱的呢。没啦，你安怎翕都好看。啊，我问你哦，你即马敢有介意的人？有啊，啊是啥？刘德华。哦，是哦。我嘛就介意伊的啦，伊袂歹。你是家创啥？哪有这？小帅有啊，你上介意，送你啦，摕去啦，无要紧啦。好啦，多谢。莫烦我哈。